生活全關愛，與你共建和諧社會。阿 Kim 同你細數關愛故事，逢星期二社聯頻道。生活全關愛嚟到7月嘅最後一集，第5集啦。今日咧講下城中漢子計劃。喺長期失業、經濟困難同埋失去家庭支援嘅生活現況之下，一位男士如果失去咗工作嘅崗位、經濟能力同埋家庭關係，就好似一個被巨浪擊碎咗生命支點嘅男人。為支援基層中年男士重拾自信同埋建立健康嘅生活模式，救世軍喺2010年開始喺油尖旺、深水埗區推行咗呢一個城中漢子計劃，定期進行社區嘅探訪，接觸區裏面一啲臨時嘅宿舍、板間房同埋床位嘅基層男士，更加係舉辦咗一啲小組嘅聚會啦、技能工作坊、運動訓練同埋組織義工隊等等，發展隱藏喺社區裏面呢一班中年男士嘅個人專長，同埋鼓勵佢哋重新去融入社區，成為係助人自助嘅新力量。阿財喺經歷失業同埋離婚雙重嘅打擊之下，人到中年，突然間陷入咗人生嘅低谷，過住漫無目的同埋冇人生方向嘅生活。有一日喺城漢計劃嘅社工多番邀請之下，開始重新思考人生嘅意義係啲乜嘢呢？於是就嘗試加入咗城漢嘅義工隊，用自己煮食嘅專長為活動預備食物，又定期探訪區裏面一啲露宿者啦同埋長者，不其然就為自己重新建立咗新嘅力量、新嘅體驗，重拾人到中年仍然能夠活得豐盛同埋有意義嘅人生。